風雨同路，並肩前進，與君同行，圖君行。好，翻嚟與君同行啊！咁啊，今日有我阿迪喺度啦，好耐冇見啦。咁另外有阿土同埋文遠喺度啦。喂，出句聲先啊 ！Hello， 啊，6、4完咗好攰啊！你好攰啊！好攰。呢個唔係精疲力盡，係筋疲力盡。跛成個禮拜。一陣先講啦。6、4就不過咧，即係呢個禮拜咧都有單幾大嘅即係香港嘅政治醜聞啊，關於 iPro A 嘅事件。唔單止呢單，其實今日又有呢個唐英年啦，牽涉到落去唐英年啦。咁啊，其實一切就關於咩咧？就係一個即係諗住係教育嘅計劃，咁啊本來諗住係俾社聯同埋呢間公司去負責，即係投標嘅開頭。咁然之後咧，其實社聯就攞高分嘅，咁點知最後咧就係要傾數講數之下咧，就搞到有件咁嘅醜聞。佢點樣劃分話？好似話即係九龍香港區就一度，即係新界區就另外一度。係啦，咁你覺得成件事好奇怪嘅，同埋咧仲要嗱，根據傳媒嘅爆料出到嚟啦，仲要牽涉落去民建聯度。咁當然啦，iPro A 大家都知道係邊個搞㗎啦。咁你睇下幾黑係咪？當日我諗佢都應該有支持譚啟豪嘅。當然啦。咁就你其實睇到係，喂，咁你使乜投標啫？咁不如 cancel 嗰個投票制度去啦。喂，根本就唔使投票啦，而家咁樣講，你都指定咗噶啦，仲要壓落去啲細路。呢一間公司好似好啲喎。比局長更高級嘅人落指示嘛，而家係講法係。喂，睇到嗱，我自己反而咧，從一個即係闊啲嘅角度講咧，即係回歸咗之後咧，阿爺睇到係人心未回歸。係啊，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就配合即係中聯辦或者係爺嘅步伐咧，係嚟幫手令到民建聯嗰個即係政治上嘅認受性係更加好啲咯。咁所以你呢一個即係咩網上嘅計劃，話惠及啲基層市民可以送電腦啊，成嘅嘢噶嘛。咁 that's why 佢咪揾佢送咯。上去可以攞個 contact 啊，攞個接觸啊咁樣。咁其實同派米、派粽、派月餅或者新年嘅時候射箭啊嗰啲。如出一轍啫嘛，佢本身個政策都係戇居啊，係啊，佢係擺到明，佢係話咩啊？嘥啲錢，跟住之後就係教育啲基層小朋友點樣上網嗰啲啊嘛 ，IT 係啊 IT， 但係用好多錢，好貴成本。喂，老實講，如果我係民建聯，不如自己搞一個咁嘅 project 啦，使乜揾 iPro A 啫？擺到明。嗱，大把友肯捐錢俾我哋啦，係咪？嗱，我 set 一個咁嘅 project 出嚟，惠及啲基層市民，增加社會嘅流動，令到啲基層嘅小朋友有機會，咁啊擺到明民建聯自己做咯，有咩問題啊？政府又想攞少少彩啊嘛，政府使乜攞呢個彩啫？阿土啊，你唔明㗎啦，你使乜舐到盡啫？使乜攞政府幾多錢啊？1幾2兩億啊？嗱，我自己覺得嘅睇法係點咧？就係話你 OK， 點解一定要用個政府嘅角色去淡化係民建聯嘅負責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一路都講緊嗰個國民教育嘅問題。我自己會有咁樣諗，即係去除咗某少個色彩喺度。你嘅講法就係想滲下。係啦，嗱，唔好擺到明招牌民建聯，有個 iPro A 大家又唔知冇理由會真係好似我哋咁樣 check 佢嗰啲身份啊。即係董事會成員啊，咁樣唔會 check 呢啲嘢噶嘛，咁啊當係一啲服務。咁第時打俾你吹票嘅時候，或者家訪吹票嘅時候咧，就話我係 iPro A 嘅。咁我建議咧投民建聯喺九龍西，你就投呢個李慧瓊啦。可能係你唔知㗎喎呢啲嘢。雖然係轉接少少，不過可能就係拉票嘅能力強啲。明白。嗱，當然啦，即係呢單嘢我自己諗翻嘅係，喂，回歸咗咁多年嚟，我諗計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買車事件之後，呢單都牽涉得最大嘅醜聞喎。牽涉到係咩？首先，現任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啦，跟住今日仲要爆嘅就係話 iPro A 原來有份幫嚟緊可能選特首嘅唐英年啦，OK，再牽涉落去民建聯度嘅時候嘅話，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喺西方國家爆咗出到嚟，喂，成個政府係冧眼。最堅係個公務員一個高官出嚟爆啊嘛，唔係嗱，我唔敢一定咁樣判斷，但係如果你喺一個西方社會裏邊，我經過一個民主選舉產生嘅時候，咁我有認受性啦。我嘅官僚系統批俾邊個係我決定㗎嘛。係。咁當然你有一樣有投票嘅制度，可能一樣會請一啲諮詢委員嚟即係俾意見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可能真係 iPro A 太雜啊。即係因為點解咧？大部分呢啲咁嘅批款咧，其實都係 A.O. 主導㗎嘛。係咪？即係提供啲咩資料俾你啊？或者事前係校定，即係 iPro A 嘅人究竟點樣寫個 proposal 啊？點樣即係分配啲開支嘅 budget 究竟係點樣？
咁冇理由你輸俾社聯㗎，係咯，明人哋落咗指示係話俾你，一係就係咁，因為人哋話落咗指示俾你，所以你求其寫。喂，喺評分嘅即係評分嘅時候，社聯仲要高分個 Apple A 㗎嘛，咁好自然啦。如果係我都會揀社聯啊。即使社聯可能係親中嘅，係親建制派，我都會揀社聯，因為點解佢相對上一個中立啲嘅組織嘛。即係佢冇乜政治立場嘛，佢真係派電腦，即係教僆仔學電腦啊嘛。咁你無謂嘢爭議啦，我為咗幾多錢啫？億幾兩億啫嘛，好似係嘛？我當你10億啦，咁又點啫？民建聯大把水俾你自己搞，就可以拍埋 Apple A，咁咪自己派咯，主要名正言順。如果社民有咁多錢，我咪我派咯，我使乜掠政府啲錢啊？即係而家啲有啲真係貪得無厭，掠得就掠，最大嘅問題嘅。喂，咁但係呢單嘢其實咁樣搞落去嘅話，大家會唔會覺得真係有人要負責落台咧？係咪有啲陰謀？喂，但係而家係要睇下用嗰個咩權力及特權法案，好大要召佢哋班高官真係出嚟解答先。但係我覺得有人落台呢個可能性係極低。唔係，我覺得係針對呢個特首選舉個陰謀係。因為你牽涉入唐英年身上。係啦。你同埋某程度上，你而家見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喂，開始越拉就越闊，越拉就越廣，即包括喺政府裏頭嘅人士，由本來即係司局嘅局長去到，咦，上3個嘅阿 head 有2個都拉埋嘢嘅喎。唔係啊，你講啱嘅，即係因為你係一個投票嘅制度，即係西方社會都不能夠容許啊。就係喂，咁你 set 個投票制度嚟做乜 Q？第一就係喂，原來係唔公平㗎。原來你私相授受嘅可以咁樣，再加埋即係選舉嗰個嘅拉票嗰個因素喺度啦，梗係醜聞中嘅醜聞，係嘛？所以國輝咪唔鋸咯，即係呢個咩程序公義彰顯唔到啊嘛，佢而家嗰條 line 都係咁樣噶嘛，係咁你而家都係，但係我覺得佢成班都係渣嘅人咯，即係如果我係執政，我明要益 Hong Kong Reporter， 用乜嘢啊？你梗係做到萬無一失㗎，大佬成個投票程序係嘛？咁個問題係，喂，我 set 嘅 criteria， 我 set 成個標書，你都投唔到？嗱，我之前俾定晒 tips 你揾啲 AO， 係咪？實中 Home Reporter， 嗱，阿土此言差 ，My Radio 都中，嗱，阿土此言差異啦。個問題係，至少而家牽涉入內裏頭嘅，包括國輝。佢唔係中國人啊嘛，你要記住。喂，有關係咩？你唔好忘記，我覺得有少少關係。喂，國輝都係建制派一部分嚟喎，佢係新民黨嘅成員嚟嘅。咁但係，所以你個陰謀，我頭先想講就係，喂，係咪自己建制派裏邊啲內訌啊？係咪先？新民黨撐邊個㗎？撐邊個啊？我諗唔到啊，撐邊個究竟？好似係梁振英啊？好似係范太啊？好似係 CY 喎，喂，唔似撐邊個問題喎？如果你喂，我係佢呢個陰謀完全可以做啦。第一，即係佢係新民黨嘅人，嗱，我唔妥你，亦都唔可以直接講，咪借蘋果嚟爆料咯。Perfectly logical， 成個過程。喺而家呢個時候爆，其實呢啲嘢應該係臭屎密冚噶，本來係，你唔做就算啦，拜拜咁係嘛，咪攞咗啲藥滿酬金，仲攞出嚟爆。所以呢個陰謀我覺得係存在，針對行政長官選舉就係針對唐英年。咦，咁如果照你咁樣講法嘅話，咁呢一次嘅行政長官選舉都應該嚟緊好戲連場，好戲連場。同埋即係嗱，你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又醒起多啲嘢嘅，就係話你見到由組織新民黨開始，以葉劉為首，跟住就係田北辰入咗去啦，即係入咗去啦。史太祖一向都會跟住葉劉去選啦，喺上屆嘅時候都已經係某程度上開始見到係真係同建制派有少少分混。唔係，其實你新民黨即係除咗葉劉有個原罪23條之外咧，其實因為我而家逢星期三就會去錄音港台準備禮拜六播出嘅5支旗杆嘅節目咧，其實你睇到嗰啲人嘅 profile 係相當之唔錯。係，因為點解咧？我哋每一次係辯論一個政策噶嘛，佢出嚟嘅人唔係即係前高官，就係嗰啲即係商界嘅曉楚啊，即係專業人士核心嘅成員。所以某程度上，阿爺點解要培訓即係葉劉呢一個咁嘅陣營咧？就係啲人唔係左口左面嘅人，建制公民黨係啊，唔係左口左面啊，兩條路線去行咯。某程度上，民建聯就係可能你見到個通出到嚟嘅，就係惠及一啲基層嘅利益。呢個我哋一向都見到，而家都唔係㗎啦，而家都係中中地㗎啦，留翻工聯會做。但係因為民建聯個多數係太臭嘅，但係對阿爺嚟講，喺佢嘅建制派陣營裏邊，佢都係要4分5裂㗎。
係咪先？喂，我俾你吳文遠領導嘅民建聯咁講啦。喂，獨大，咁咪成日要聽你話？唔係，同埋民建聯，我梗係要分啲俾阿的，分啲俾刁民阿牛。嗱，你哋三個都係建制派嘅阿大佬咯，我全部梗係要你哋掟暈晒佢啦。同埋民建聯嘅功能性唔可以搶到中產嘅票啊嘛，一向嘅中產就係個60%之比啊嘛。at least 佢能夠 draw 到一啲保守中產嘅票咯。咁所以就要有新民黨嘅角色出現咯。咁所以好自然㗎。你見到我哋嗰個唔知期間個辯論咧，呢個黎廣德係成日同阿史太祖兩個開片㗎嘛。但係史太祖就成日話我贊成涂君行呢個。贊成涂君行咁樣，集都咁講，有冇吹脹啫？喂，但係從呢件事你又睇到樣嘢就係咩咧？即係近期咧，我諗政府咧即係醜聞都不斷噶啦。除咗你話呢兩單冚巴埋一單去講之外，即係僭建嘅問題，會見到曾蔭權連間屋自己都僭建，OK， 屋宇署嘅署長都自己批埋出到嚟，又係可以僭建啦。咁你係會見到當日龍舟4個，即係連埋行政長官加3個司長，周圍都有人招呼佢嘅。不過我覺得招呼佢嗰啲人咧，嗰啲內容又幾好戇。唔係，最主打就係我見到係民建聯話要求6000蚊幾時？係啊，哇！第二日即係新聞話8月23號定24號即刻有得登記派，哇！你真係早收3日風，咁蠢爭取辦成功，咁蠢講8月23號。哇，好蠢喎呢單嘢！8月23號，過咗呢個旅遊季節咯喎。唔係我諗，我一路都諗緊嘅佢係咧，佢咁收得即係收得密嘅原因啦。我諗住佢7日之前派嘅喎。唔係，佢有 logistic 嚟做唔到。佢話8月幾先登記啊，哥都唔知幾時派。咁今年嗌個口號啦，不如即係如果7日有3萬人上街嘅話，咁可能7月2號派錢啦。喂，死都買啦！但係笑話就係在於你民建聯請乜鬼嘅原則？好搞笑就係追擊嗰種咁，黐線嘅，定一定咗你政策啦，放一放風出嚟，一定區會選嗰啲錢啦。咁你個請願咪一場？咁所以我咪覺得奇怪咯。爬龍舟個問題，喂大佬啊，當日我挾持住申俊華成班友笑騎騎嘅時候，我係跟住第二招係咩啊？12點就會見到成功爭取6000蚊啊！到呢刻都成功爭取唔到啊嘛，咪賴嘢咯。所以民建聯印 banner 啲速度係好鬼死快嘅，但係佢諗唔到政府做嘢嘅速度。個問題佢諗唔到政府做嘢嘅速度係咁龜速啊嘛。唔係嗱，今日咧港大做咗個即係政團嘅調查，就係話全面泛民主派咧都係跌份。我哋第尾嚇，唔緊要。即係我覺得其實我成日都當呢個調查咧係笑話嚟嘅。其實我都有一次親自同阿鍾庭耀講過，我都喺即係以前嘅網台裏面講過，計分係冇意義嘅。牛哥你靚唔靚仔啊咁樣，相對涂君行咁樣，咁我80分你70分，咁有乜意思啫？最後結果就係選舉嘅時候，你只可以揀一個啫嘛。係咪？你跌幾多分都冇意思㗎。嗰啲鐵票究竟係鐵唔鐵啊？先係關鍵啊嘛。即係我哋會有好多100分話長毛靚仔，跟住又更加多0分係話長毛樣衰。嗱，我冇聽過鍾庭耀講，但係我以前嘅老師李鵬講，佢話佢應該咧就篩咗最極端嘅10%，篩咗最上下最極端嘅走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冇意思。民協咁。攞50幾分咁又如何咧，大佬？係嘛？但撇除政黨啊，喺我心目中，蕭生就係100分咯，商業奇才。好抽嚟水啦！